頓啦自己。我咁樣見工係咪已經可以翻去等消息啦？如果係嘅話，1到100有幾多個9字？99、29、10個。10個，90、91、92、93、94嗰啲，係有20個嘅。關唔關歌詞事㗎？左右手？唔係我諗緊首歌咋，會唔會係啊？左右嘅人，得左手拎到，右手拎唔到，右手。火車。又關字面事定係咩啊？呢個又死啦，潮語嚟㗎。塞車。塞車。又好似有道理喎。團工，大西北你唔明啊？可唔可以展示下先？有圍巾喎呢個叫。係有。一筆英文字有嗰邊。 Nice try。呢個係咩字？你識創造啲字出嚟？的亞字，一個車字邊加個歐，基本咯。其實又冇話一定對與錯，有壓力底下其實會 function 得渣啲啊嘛。你會睇到嗰個人究竟喺咁嘅情況問呢啲嘢，會有冇個思考嘅空間？係啊。